集做伙来亲近你，做伙来敬拜你，这是你互阮极大的疼甲恩典。主，阮要恳求你的信心，即是甲阮参加伫地，因带带领阮整个的礼拜，对头到尾拢有你的保守，拢有你的祝福。啊，阮会当通过领受你的话，来得到生命的提醒甲帮助。啊，有气力行伫你所爱阮行的道路顶面。主，将阮每一位服侍同工也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甲阮参加伫地。啊，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诚做你所欢喜，诚做你所祝福。啊，通诚做正兄弟姊妹的祝福甲帮助。可是，该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甲阮参加伫地，因带带领祝福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上主的人，伊甲因亲近，以亲近诚实求救伊的人，敬畏伊的人，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搁会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这个时阵，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107首，请咱起立来吟107首。坐。天比的王进入圣城，阮欢迎你，请主你的圣神这顺临在伫阮中间。全能永远的天父，你是创造的主，万福源头的主，互阮活命的主。你用疼充实阮的生命，阮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乐、吟诗、敬拜你。愿阮的学乐归圣神独一真的上帝，学乐你的圣尊名到永远。全能永远的上帝，万项好事好美，好事源头的主，阮要搁一摆来感谢你，因为你疼惜阮、保护阮、救赎阮，搁拣选阮，有份来到伫主你的大家庭，享受主的疼，阮犹原爱感谢你。你赏赐独生的圣囝，阮的主耶稣来到世间，道成肉体，受苦难，为着阮受死牺牲，为着就是要救赎阮。阮搁一摆满心来感谢你。怜悯的天父上帝，阮也要来告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着罪恶，佮常常会得罪你，袂记得你互阮的疼，有时阵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互阮的恩赐，嘛常常会伫无义的中间讲话，也是行为中伤害着别人。主啊，阮所毋知的罪，求你来赦免阮，也教示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无有人知的罪过，互阮搁一摆重新行主你的正路，
通过敬虔、公义、善良的生活来荣光你的圣名。全能的主上帝，你永远主耶稣的保护来赎回阮，互阮属伫你，求你的疼来催逼阮，无搁为着阮家己来活，阮会晓为着主你来活，会晓将阮本身交代伫主天父上帝管顾，搁会晓知影通倚靠你，互你来引带阮的性命，掌管阮的心。若是有人落伫困难，会求你来扶持因；有亲人转去天父身边的，求你的圣神来安慰，拭去因毋甘的目屎；有冷心倒退的兄弟，求你用慈爱的手牵因倒转来；伫病痛中的兄弟，求你医治因，互因通恢复健康；求你扶持想事溃力，伫逐款危险中、苦难中，也伫试炼中的，嘛求你互因会通有勇气、有吞忍的心，通靠着主得胜，保守阮会通过圣洁的生活，珍惜你互阮的平安欢喜，用圣洁的生活来服侍主。这个是阮众兄弟伫你的面前，用敬虔祈祷来朝见你，求你的圣神临在伫阮中间，来感纳阮的心，敬拜你的心。有侪兄弟带着欢喜、感谢的祭要献互你，愿你欢喜感纳因所献。虽然有人带着困难、苦楚的心来到伫你面前，要求救你，愿你的灵来帮助因、扶持因，互因看见上帝你的疼，因为安尼得到帮助，得到快乐。主啊，阮搁一摆将阮家己本身献伫你的面前，愿你来带领阮、帮助阮。你也祝福伫阮的双连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真正因为有主的同在，阮的心灵更较健壮，继续来跑走你爱阮做的事。阮安尼感谢祈祷无够完全，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愿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死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传入得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是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23篇，启应文第23篇，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就甲我开义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去杀的鸟，已经成做触角头的鸟。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耶和华，但求你拯救。奉耶和华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你
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这时要来诵读信徒圣经，请咱起立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就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会正道的上头，做赦免肉体恶法，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要请圣歌队带领咱来献上圣礼颂。迄时阵，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118篇25节到16节，有2位的圣经。诗篇118篇25节到26节。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上主啊，阮求你，求你互阮兴旺。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称赞。阮对上主的殿祝福你。搁一位的圣经是记载伫新约马太21章第1节到11节。新约圣经马太21章第1节到11节。
耶稣甲门徒伫要到耶路撒冷，来到橄榄山附近的伯法其。迄时，伊找2个门徒，甲因讲：恁去对面的庄舍，到遐随时会看到一只驴仔绑着，阁有一只驴仔囝，甲伊伫遐。恁甲因解开，牵来我遮。若有人对恁讲啥物，恁就讲主要用伊。迄个人会随时准恁牵来。即个代志发生是要应验上帝通过先知所讲的话。第5节，就甲涉案的妇人人讲：看咧，恁的王要来恁遮，伊谦顺骑驴仔囝。门徒就去照耶稣的指示去做，因牵驴仔甲驴仔囝来，将外衫披伫伊的顶面，耶稣就爬去里骑。大部分的群众将家己的外衫铺伫路呢，嘛有人带树花铺伫路呢，甲伊欢迎。前行后队群众话讲：大必的囝何山那，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至高的上帝何山那。第10节，耶稣一个进入耶路撒冷，全城拢喊起来讲：即个是啥人？众人讲，即个是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的人。咱的圣良心造牧师要传讲主的信息，谦卑的王要入圣城。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中秋主日，咱要做伙来纪念耶稣伊骑着驴仔囝来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咱大心来做伙祈祷。亲爱的主，听阮上帝，阮要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互阮会当搁一届参加主日来到你面前，甲你3000群做伙来敬拜你。当阮每一届主日的时，阮确信这是出自你极大的疼甲恩典。阮即时要做伙来领受你的话，也通过你的话，成就阮生命的帮助甲快乐。恳求你的信心，甲阮参加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通谦卑来领受你的话，互你的话进入到阮的生命，成就阮的帮助。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今日是中秋主日，咱要做伙纪念主耶稣伊骑着驴仔囝来进入耶路撒冷。接续了后，就是受难周，也是主耶稣伊伫即个世间做服侍最后的一个礼拜。今日是主日，是中秋主日，也互人称作是入城的日。因为耶稣伊伫众人的欢迎内底，骑驴仔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受难周的拜一明仔载互人称作是清气的日。耶稣伫即日来清气圣殿，也赶出伫圣殿内面做生理伫遐吵闹的人。拜二是称作对抗的日。耶稣和反对伊的人有侪对话，伊嘛做最后的教导，最后的讲论。受难周的拜三，互人称作是卖主的日。犹大伊去见祭司长，参详要来出卖主耶稣，伊的代价是30块的银币。受难周的拜四，互人称作是有味的日。耶稣和门徒做伙食半过节的暗顿，也伫迄中间来设立圣餐。拜五就是受难日，是耶稣伊受审判、受钉十字架、受难甲埋葬的日。拜六是坟墓的日，耶稣伊的身躯放伫坟墓内底。最后伫后礼拜主日，就是割袜节的割袜的主日，耶稣有割袜，太阳死实的权势。对于咱教会的节期内面，对大斋节期一直到受难周，这是一段咱做信仰反省非常重要的时间。咱通搁较深来思考。主耶稣伊伫受难周即礼拜内底所完成、所经历这代志，和咱的生命到底有啥物款的关系？
对咱的生命来讲有啥物重要的意义？咱今日要大心做伙通过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这段经文，做伙来学习，也做伙来思考，让咱也记住，通进入到咱的生命内底。伫马太福音咱今日所读的经文的一开始内底这马太伊引用一段旧约的先知书，也就是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0的经文。用这段经文来说明耶稣伊搁一届应验着关系弥赛亚的预言。这段经文安尼讲看咧，恁的王要来恁遮，伊谦顺骑驴仔囝。咱的现代台语译本是翻译做谦顺啦哈。咱若看和合本伊的翻译是叫做温柔温柔哈。不管是谦顺还是温柔，咱听着这个词的是咱唔知影有啥物款的想法。听着谦顺，听着温柔，咱像会感觉是较无气力，咱就是较软弱的款式。但是马太伊伫这段经文内底要甲咱讲，耶稣虽然用谦卑温柔的方式来进入耶路撒冷。但是耶稣的来到，其实除了温柔以外，嘛带着真大的震撼力，真大震撼的气力。咱要做伙来看，耶稣带来什么款的气力，也对咱的生命有什么重要的提醒。咱大心来看，耶稣伊的谦卑温柔。耶稣伊选择骑驴仔，毋是骑马来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个表明伊的来到，毋是为着战争。伊来到是为着带来真实的和平、真实的平安。伫当时的文化内底，骑马所代表的是将军，是军事的领袖，代表要用武力要来征服伊的对敌，是非常有威仪一款的表现。这款的期待，应该是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对耶稣的期待。因仰望这位耶稣，成做因的拯救者，成做因的弥赛亚。带领犹太人起来发动革命，推翻当时在统治因的罗马帝国，互以色列国会通恢复到亲像大卫王的时代遐尼强盛。所以这是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的一个期待，期待伊是一个军事领袖，要带领因来做军事的革命。但是和马真无共款的驴仔，咱要来看，伊所代表的是卑微，是谦顺。耶稣骑着驴仔入城，伊正式来宣告，伊并是要成做一个军事的领袖，伊来是要成做正人性命的主。这也是天父上帝所交托伊的使命，伊也愿意为着完成这个使命来付上一切的代价。耶稣谦卑、谦顺、温柔来入城，总是耶稣的进入，并不是无力，并不是软弱。4本福音书内底拢有记载这段耶稣骑驴仔入城的代志。但是马太福音伊特别有加一段的说明，伊讲耶稣进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全城拢喊起来，拢喊出来。和合本伊甲翻译做全城拢惊动，拢惊动啦，拢是真着惊诶，即款的情形。这是马太特别的一个注解啦，伫其他3本的福音书拢无特别安尼讲。马太通过安尼咧，甲咱提醒，耶稣伊入城的款式虽然是谦卑，虽然是温柔，但是绝对毋是无气力。耶稣伊进入耶路撒冷城是用一种真有震撼力的方式来进入这个城，带来真大一个影响。马太伊伫接续21章以后的接续的几章内底，用这个字伫3个所在，咱就做伙通过这3段的经文，做伙来思考耶稣伊的来临耶稣伊所完成的代志，怎样带来真大的震撼力震撼力第一个所在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经文，第21章的第10节，就讲全城拢惊动，也是讲骚动会惊动、会骚动的原因，就是耶稣的来到，对遐自由的诠释已经存在这关系发出挑战。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咱就多少我讲过，
对耶稣有一个真大的期待哈，就是仰望耶稣成做迄个带领因来推翻罗马政府的一个领导人，互因会当脱离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虽然因目前受罗马政府管制哈，也有一定的自由、一定的自治，但是也个受到侪限制，受到侪压迫。所以因真仰望这个弥赛亚，这个拯救者会当来到，会当带来改变。所以当耶稣伫圣人的拥护下面进入耶路撒冷城，咱想看卖啊，罗马政府会紧张袂？一定会哈。罗马政府嘛真清楚知影，遮尔侪人咧拥护耶稣，因若是有啥物动作，可能会引起暴动、引起暴乱哈。所以耶稣会来到，造成整个耶路撒冷城会惊动哈，受到真大条件、真大紧张。咱嘛应该拢会记得，耶稣伫出世的时，又嘛引起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不安。迄3个毋是3个啦，几个星象家来到耶路撒冷要找迄个要出世、要做犹太人的王的耶稣。希律听到了后讲：我就是犹太人的王，乃有一个王要成做王，或者囡仔要成做王，心内非常的不安。整个耶路撒冷城犹原拢非常的不安。所以咱看会出来，耶稣的来到，无论是出世，无论是进入耶路撒冷城，拢带来真大的快乐、真大的震撼力。第二位马太用这个震动、震撼这个字，第27章的51节，这段经文安尼讲，伊讲忽然圣殿内的长帘对顶到下二做两边。地大震动，石盘爆裂，石盘拢裂开。这是耶稣伫十字架顶断开的是圣殿所发生的代志。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死，太阳这个罪的关系，互人会当脱离罪恶的捆绑，无阁受罪恶的束缚。伊也担当咱全人类的罪孽，互咱会当重新和上帝来。一个和好的关系，咱想看卖啊，这件代志有重要无？耶稣伫十字架顶为咱来死是非常重要，也通讲是咱整个信仰的核心，上个中心、上个重要一件代志。这款的代志震撼整个的世界，讲大地震动，对整个世界来讲，拢是一件真严肃、真重要的大代志。马太也用安尼来讲，耶稣所完成的，毋是普通的代志，是非常的重要、非常有意义、有重要性的一件代志。第3段经文第28章的第4节，伊讲，遐个死的卫兵惊甲皮皮喘，煞变做亲像死人这是耶稣伫国外的时，有天使显现。出现伫即个梦边，甲即个梦的空口踢的即块石头刷开，耶稣也显现。即过世的人看到即个情景，非常的着惊，因为耶稣的国话彻底来伫挑战人的经验、人的理性。伫人的经验、人的理性内底，无法度理解人死去了后为什么会当国话，但是耶稣通过伊对死人中国话。这款的代志，会证明伊是上帝所选的囝，上帝所设立的弥赛亚，要为人的性命来开一条出路，互人对死的关系内底得到逃亡。所以马太用这3个震动啦，震动、大震动，来咧，互咱知影，甲咱介绍耶稣伊的来到，伊所完成的代志，每一件拢是带着真大的快乐。对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有真决定性的影响。伫遮咱会当来做一个信仰的反省思考。耶稣的来到，当咱的性命内底拄着耶稣的时，咱是毋是有受到挑战？咱的人生观、咱的价值观、咱对咱的世界观是毋是拢会当受到挑战、受到震动？无认捌上帝进前，咱可能是做自我中心的人，做代志拢用家己做中心来思考，来做出发点。认捌主耶稣了后，伊会甲咱挑战，
咱是毋是要用上帝来成做咱生命的中心？耶稣的来到，应该对咱的生命发出一个真大的挑战。无是捌上帝进前，咱可以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精神在追求咱家己的成功。当咱认捌上帝了后，咱是毋是有改变咱人生的目标？用谦卑来顺服上帝的带领，用谦卑的态度来服侍咱四周围有需要的人。我想这拢是信仰，拢是耶稣来到的时对咱提出的一个挑战。耶稣虽然是谦卑温柔来到咱的生命内底，无甲咱强迫，互咱通家己做一个决定，但是咱毋通袂记得，耶稣来到毋是一件可有可无有也好，无嘛袂要紧的代志。耶稣的来到是一件带有真大的困难，对咱发出挑战的一件代志。我想这特别对咱长老教会内底，咱最大的信徒是一个足重要的信仰的提醒。咱的信仰，咱所认捌的耶稣，无应该只是咱的爸爸妈妈、咱阿公阿嬷，甚至阿祖因的信仰。咱的信仰是爱亲自和耶稣相拄的信仰。通过甲耶稣相拄，也要对咱的信仰、对咱的生命提出一个真大的挑战。也咱是毋是愿意改变咱的生命，愿意互咱的生命互上帝来引带带领这是咱通做伙来做的一个信仰的反省。今日是中秋主日，咱看到耶稣受人欢迎，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但是咱继续往下面来看，咱会发现今日是礼拜日伫拜五的时，这阵原来画和散那欢迎耶稣的人，因换做画什么会？彼得多问讲要安怎处理的时，因画讲甲伊定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咱要做伙来思考是什么原因？第一，咱要先做伙来看和散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咱做伙来了解这段这个和散那这个词的意思。第21章第9节，咱今日所读的讲，真行后队群众话讲，大必的囝和散那，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至高的上帝和散那。和散那这个字，伊上界原来原本的意思是上主阮求你，求你解救阮耶和华求你拯救的这个意思这是伊原本的意思是百姓人在拄到真大的困难、拄到真大的困境、挑战的时，向上帝呼求的一个用的词啦但是和散那这个词，伊后来意思有小发生一个转变伊变做是一个称颂语在娱乐一个人的话那用咱今日的话来讲，可能类似于万岁对一个人欢呼用的话啦但是咱对这个词，对和散那，对伊的转变了后的意思，咱大概看会出来。当众人咧画和散那的时，像咱头所讲的，因对耶稣的期待。是一个偏军事、偏政治的一个领袖，希望耶稣会当带来带因来革命，会当推翻当时的统治者，所以有这款的意思伫真内底。第二，咱嘛看到因除了画和散那以外，众人嘛举棕树枝来欢迎耶稣入耶路撒冷。反正咱敢有想过，为什么是举棕树枝？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咱真的欢迎一个人，敢会举手机欢迎伊？应该袂吼。但是因举棕树枝其实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这是伫因犹太人的历史内底因捌欢迎一个人叫做马加比进入耶路撒冷的时，众人所做的代志。这代志是安尼，伫公元前175年。当时的希腊帝国的一个将军叫安提阿哥第4伊来占领这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受占领了后，因真严格来推动这个希腊化希腊化的运动。因唔准犹太人有家己的信仰、有家己的宪制。为着要压迫这个犹太人莫去互因会当宪制，甚至做一件代志。因伫这个犹太人的圣殿的祭坛顶面。抬猪来献祭，咱知影猪对犹太人来讲是无清气的动物，袂当献伫祭坛顶面。
通过这献这滴伫这段顶面，或者这段受污染啦吼，犹太人就无愿意搁伫遮来献祭。当然，咱会当想象这件代志对犹太人来讲会做受气呗，这是完全无尊重因吼，完全来迫害因吼。所以当时就有人起来带领百姓起来反抗吼，这个人就是马加比吼，伊就起来带领百姓做伙来反抗，啊，甚至伊有成功吼，有推翻这个统治者吼，建立短短一个时间的王朝叫马加比王朝。啊，因革命成功了后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代志，就是重新把圣殿用了清气，重新洁净圣殿啦吼。按完成这项真重要的代志了后，大家拢足欢喜，因就是手举这个樟树枝，来欢迎马加比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咱今日咧看这段经文时，咱咧若做一个对照，咱就会当想象，当耶稣要入耶路撒冷城，竟然举樟树枝咧欢迎伊的时，竟然是甲耶稣当作另外一个马加比，希望耶稣会当亲像马加比共款，搁一个带领因来反抗这个统治者，所以因才用这款的动作来欢迎伊。这咱安尼看会出来，无论是何塞纳，还是用这个樟树枝，其实拢有军事领袖的这款的艺术伫内面。但是咱真清楚知影，耶稣伊的选择，并不是真做一个军事的领导者，毋是带领因用武力、用军事的力量来推翻当时的罗马政府。耶稣伊用一款向下移动的方式来成做人，成做咱中间的一位，也通过安尼来体验着咱人的欠缺甲需要。耶稣伊来到，毋是高高在上，成做一个君王。有一段咱真实的经文，咱通做伙来看。伫腓立比书第2章的第6到第8节，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耶稣一步一步下来行，向下低所在来行。原本有上帝的本质，有上帝的形象，总是愿意成做一个人的身份，成做迄个出世伫迄上界卑微、上界互人看轻、看无的家庭内底，成做一个奴仆的形象。搁较愿意用谦卑、用顺服的态度，互上帝来带领完成上帝的旨意。伊的顺服的方式是顺服到死，而且是死伫迄个上界见效、上界痛苦的十字架顶。耶稣所行的道路，和咱人所选的道路无同款。人所选的道路是要成功、要往上爬、要行到愈悬的所在。但是耶稣伊咱所显明的，毋是耶稣所选择的，是一个谦卑、顺服、愿意牺牲、愿意通过安尼来甲咱三个同行的一条路。耶稣伊所选的十字架道路，照咱大大所讲的分享，较符合犹太人对伊的期待。犹太人期待伊是一个做荣耀的一个君王。做荣耀的一个领导人，做荣光的一个坐伫王位顶悬的人，但是耶稣选择的毋是这款的道路。耶稣选择成做咱人性命的主，成做伫十字架顶替咱牺牲流血的主，互人会当对罪恶的捆绑内底得到自由，得到逃放。耶稣这款的选择当然无符合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个期待。所以这也互因的态度，对一开始的非常欢迎，到后壁的完全的弃绝。我想这款的转变，嘛，带伫咱做一个真深的信仰的反省。当咱讲，咱愿意信耶稣，愿意互耶稣成做咱性命的主的时，咱要搁进一步来问：我所期待的迄个耶稣，我所相信的迄位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咱对伊有啥物款的期待？咱若看圣经内底，当耶稣准备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伊的学生彼此中间
发生这个争执哈，伊在争来争去，在争啥？什么人会当做大？咱会记得雅各、约翰这对兄弟因妈妈带伊来，甲耶稣讲老师，你若坐王位的是，互阮囝一个倒手边，一个正手边，意思讲要先卡位占迄个大位啦这代志安怎引起其他的学生非常的不满，非常的大的争执。人的想法就是安尼，连耶稣的学生对耶稣的期待嘛是安尼，望对耶稣透过军队耶稣得到一撮好处，得到因想要得到的利益。当然后来因这学生有转变因真正去较深来敬拜耶稣。但是这要甲咱提醒，咱咧军队耶稣的时，咱的期待到底是甚物？咱望通过耶稣，咱会当得到真大的成功吗？得到真大的财富吗？得到达款的好处吗？那安尼，我想咱有当时嘛会亲像这犹太人共款，感觉真失望，甚至咱的态度有一个真大的转变。所以伫这个受难周的时，嘛是咱好好来做一个反省、思考的时。思考看卖耶稣伫咱的生命内底到底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咱所相信、咱所挖去的这位耶稣是什么款的角色？最后咱要讲，耶稣伊是王，但是伊毋是这个地上国度的君王，伊是要用威严、要用武力来进行统治的王。伊是用温柔、用谦卑、用牺牲带来疼甲拯救的生命的主。耶稣伊毋那伫2000多年前进入耶路撒冷城，我想伊更较望会当进入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伫启示录第3章的20节，咱真实的经文安尼讲：你看，我已经徛伫门外在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门的人，我要入去找伊。甲伊做伙食，伊嘛甲我做伙食。耶稣已经徛伫咱的心门外口，在甲咱拍门。耶稣真温柔，伊袂甲门踢开，直接撞入来，伊会等咱来回应。咱是毋是已经准备好拍开咱的心门来接待伊？伫这个中秋主日，咱在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咱嘛通做一届来准备家己，将咱的心门来拍开，互耶稣通入来。互耶稣成做咱生命的主，因带带领咱头前的人生道路，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一届又一届，互阮通过你的话，你着提醒，你着帮助。特别伫阮生命内底拄着真大的困难甲挑战的时，主我要恳求你，亲自来牵阮的手，经过人生的每一个路站。阮虽然有阮伫困难、伫挑战内面，总是有你的陪伴，有你的同在，阮会得到真实的平静安稳伫阮的生命内底。阮恳求你，阮伫受难周的这期的时，会当做较深的信仰的反省，佮一个思考，阮和你的关系是毋是正确？阮对你的态度、对你的期待是毋是正确？就恳求你，现在将你的话详述互阮。成做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也阮所行所做，拢成做你所欢喜，合你的心意。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要搁做伙起立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307首美，圣诗307首美，请咱起立来吟。Amen.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欢啊！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就是已经受过成人洗礼，或者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共受主的圣餐。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囝仔着无担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伊也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平安，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孝念我，因为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我。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阮照圣子耶稣基督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伊永远的祭祀。主，阮谦卑恳求你，这个时刻找见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透过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会当持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然后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圣名。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摕到这个饼，咱知这是主耶稣为着咱来拍破伊的身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的牺牲，咱得到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摕着这个杯时，咱伫心中默想，感谢主，伊流出伊的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加安尼来孝念伊，三甲来领受。恁大概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稳定，甲咱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亲爱的主，阮全心感谢，对你遐来稳定，因为对你极大的疼，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透过甲主同齐道，互阮明白，阮真正是圣家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的。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你的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了，会当用阮的见证来延光你的性命。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个时阵，咱要用奉献来代表咱的心献上，请咱来奉献。
这个时阵，请咱起立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阮阁有你，互阮的一口气，阮会通做工课，也会通领受你的恩典满满。这个时阵，阮用淡薄的金钱献上做你的圣工的路用，愿你欢喜感纳阮所献。阮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坐。这时我来报告，咱真感谢主吼，咱今仔有看到咱的蔡主任牧师来主持圣餐。伫身躯欠咱的时阵，我是来足感动，侪兄弟姊妹安尼拢伫关心牧师吼，伫物质上大道上拢做真好的工。我相信上帝知影你手所做，愿上帝祝福恁。我相信咱双连教会是一个疼的家庭，咱也真侪会友，真够关心，真够参与伫侪侍奉的所在，真多谢大家。来，本周特别的事工吼，今仔日是总会所定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呼吁兄姐共同关心总会属下的淡江高级中学、真理大学、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马街医学院等等的教会、学校的校务、教学甲以及学生的信仰。第二项，本主日嘛是中秋主日，纪念耶稣谦逊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着疼咱、救赎咱，行往各国他受苦的路。第三，本周嘛是受难周，呼吁兄姐尽量避免宴乐甲旅游。教会特别制作一系列有关耶稣受难甲国外的梦想的影片，邀请兄弟姊妹做伙透过官网来收看。以读经、祈祷甲主同行，搁一摆深思，体会主耶稣基督为咱的罪，红顶死伫十字架顶的疼甲救赎。这时咱是要先看影片。今天是棕树主日，是主耶稣基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两段圣经节，来迎接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宝座，也预备自己与耶稣一同走受难周的十字架道路，并默想经文带给我们的感动。第三项特别的礼拜事工，清明节的节期，互咱用感恩的心来追思怀念咱已经过身的亲人，并伫生活中活出先人美好的信仰的生命。咱伫外口10楼的桌顶嘛有清明单的程序单，也是你一个家庭一份其他家己印，也是用 QR code 会当做咱参考安怎来孝念咱的中先人。第四项，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礼拜，时间是4月初6日，这个拜四暗时7点半，伫咱10楼的礼拜堂。请咱准备心来参与
因为这有做侪的孝念主，咱嘛要为着迄天的奉献，要为着财团法人天使心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奉献，愿主来带领。第5项，搁偌济赞美礼拜，时间是4月初9日后礼拜日10点半，伫咱的10楼，敬请兄弟同心来欢庆主的国活。第6项，设到110周年有进摊的活动，4月29，你若有时间会当的来参与即个活动，咱伫楼骹的咱的干事报名吼。第7项，具体的关怀咱的会友黄曼的先生、陈明山先生，伫3月11日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第2项，咱的会友李文祥兄弟的妈妈、张美芝长老的婆婆，李娥善笑长老，伫3月25安息主怀，定伫4月初4，即个拜日下晡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1楼至真2厅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咱嘛有一个敬老旅游，你若有满65岁，你会当伫咱的陈美仙干事伫遐来报名。咱搁来看咱的迄种第9页咱的新增相连新增福利基金会遐咱有一个中心有大楼的多功能的活动教室，甲3楼的办公室的室内装修甲整修的工程要采购按招标的公告，你若有亲情，是你有熟悉，咱会当来介绍，互即个事工会通得到真好的完成，互侪人会当伫遐使用来敬拜吼。所以请咱来参与来关心。这个时阵，咱要请牧师来欢迎中保代祷。咱即期的中保代祷搁要开始所以咱即场要来设立要参与这中保代祷的同工，所以你若有参与中保代祷的同工，即个时阵你会当来到头前。咱第1场甲第2场拢有举行同款的设立仪式恁即是徛踮伫正人甲上帝面前，恁若愿意接受中保代祷的职分，就应答牧师所问恁的问题来誓约。恁敢有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差派，献身伫中保代祷事工，担当祈祷的使命甲责任？恁敢有愿意安尼做无？恁敢有愿意彻底遵守中保代祷的时间？就是恁甲上帝约束的时间。伫即个期间，愿意忠心参与代祷的服侍？恁敢有愿意安尼做无？恁敢有愿意遵守伫基督室内底，为着教会事工或是个人的代祷事项，只有独独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的代祷事项以外，所有代祷的内容必须要人保密。恁有愿意安尼做无？这时阵我要来宣告，当我设立恁诚做相连教会的中保代祷同工，愿恁祈祷的手举起，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愿恁祈祷的喙献上芳芳的祭，受主欢喜甘纳。搁愿恁祈祷的时，就倒掉破壳，甲圣神同工来祝福教会利益众人。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这时阵，
请您向后转请大家来鼓掌鼓励。其实这个时间，咱所有的人拢会当参与咱会当写代祷卡。咱知影什么人、什么代志需要人代祷的时阵，咱就写代祷卡。咱这当工就伫代祷室内底，为着这个代志祈祷。好，多谢。要欢迎来宾，请杨牧师。欢迎今日有一对夫妇和咱第一届做伙来敬拜上帝，吴碧如甲世春文雄夫妇因是对日本回来伫迄个所在因是花荣姐的朋友真欢迎恁对日本来真欢迎。这个时阵，咱来吟奉祝福的诗512首，512首，请咱起立。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甲帮赞，常常甲咱大家送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谢恩，恭受垂肯。